I'm excited, I'm thrilled to see what will happen. So I hope I invite you to be part of the journey, and we welcome you. Next we want to present our music. I know music is no barrier between languages, right? 所以也许我今天我有很多时间会用英文或是台语。因为我自己2007年进入这个教会之后，我就开始习惯讲台语，真的就习惯讲台语。拢用台语在教会咧讲所以有时跟他较久咧教会就不习惯用国语讲，所以但是因为 music 没有 barrier 嘛所以我想我到底要用什么讲 ？But be bear with me. I will jump between Taiwanese, Chinese, and English. How about that? So, first piece we're going to present William Tell Overture. So it's going to be presented by Little Samuel Class and Gospel Youth Band. 所以我们请热烈欢迎他们，好不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树林的厝，参谋师讲的，这个是树林的厝。阮即马毋是干那要做一个树林的厝，阮即马要把扩大，像今仔日安尼会当做咱社区的光桥岩，这就是咱基督徒的使命。
gospel youth band led by Eric Wang, and they practice every Saturday, I believe. Saturday from 这个古筝团啊是由那个 Grace 领导，然后他们非常认真练习了好几个月，他们现在就要为你们呈现《轻轻听》。所有的音乐团体都第4首嘛，所有的音乐团体都要来呈现这一首曲子，所以请你们慢慢的走哈。这信可移动哈，是由4个团体，咱从对上少年的 Little Samuel Class 啊，因的表演啊，咱先古筝啊，古筝了啊，你再来你们，然后再来合唱团，然后再来啊。其中还有詹波波，詹波波伫个伊98岁生日的时阵，伊特别用这首歌啊来感谢上帝。伊98岁，伊一世人奉献给上帝，所以伊98岁生日的时阵，伊就用这首歌来
表达伊的心意哈。咱即马就来听这首《Golden Hill》，信口的祈祷，信靠的祈祷。
was established this year. Now we have 50 members. 然后已经50 members 啊，因大家常常就是礼拜时阵拢会献诗，我常常听到因的歌，我拢足感动的，我足爱听因唱歌。啊，所以因即摆要两首哈，第一首是心的归属 ，Home of My Heart。好，啊，第二首是荣耀的主 ，Glorious Lord。好，我们现在就热烈欢迎他们，好不好？给他们掌声。
进歌队哈，咱新歌队当礼拜六集合练唱，然后练2个小时之后还有那个美食，所以大家那个感情很好，很融洽。就在这个练唱的过程当中，见证主的恩典。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家，然后来到这教会就觉得很开心。OK。The crown princess.文琪，还有晚后姐，还有我们的团长，当然Grace Lin， 我们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这个属灵的家，然后你在里面会感受到神的恩典跟满满的祝福。我们一起来接受上帝的祝福，请大家一起站起来。预备，我的上帝，我恳求你大大赐福。今仔日有耳孔听到音乐的人，今仔日有耳孔听到你话的人，今仔日因的心受到你感动的人，愿因认捌你，愿因接受你，成做因的救主。愿今仔日的所有活动，感谢上帝你的祝福，也愿你大大施恩赐福。今仔日伫阮中间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是少年，无论年老，无论是男，无论是女，拢平平得到你的祝福。感恩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I'm going to announc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another concert in October 21st. So you're welcome. We're going to work harder to present you better, the best gospel music. Thank you.